一代商界傳奇人物，人稱四叔嘅李兆基喺3月17號去世，享年97歲。就此，香港4大家族中唯有李嘉誠仲在繼續為長和係掌舵。李兆基從小便頗具經商天賦，6歲起便被父親安排進入商鋪學習做生意。15歲嘅時已經營2間鋪頭，小年紀便喺廣東順德頗有名氣。20歲嘅時候，李兆基揣住1000塊大洋奔赴香港創業。俗話講係金子走到邊度都會發光。李兆基利用兒時積累嘅本領，好快喺買賣外匯同黃金生意上賺得咗第一桶金。喺香港打拼咗70幾年，李兆基最終積累咗292億美元嘅財富，約2100億人民幣。如今李兆基已經離去，留低呢個龐大嘅商業帝國交俾2個仔打理。據講李兆基嘅遺產已經分配完畢，同埋傳說中嘅一樣，四叔重男輕女嘅思想一路冇變。李兆基生前持有嘅恒基地產72.5%股權將由2個仔平分。咁如果按市值大約1079億計算啦，咁股份市值為782.27億。亦即係話，單恒基地產呢一筆遺產啦，李家傑同埋李嘉誠可以各自分得近400億。此外，李兆基仲持有4家公司嘅股份，其中最大嘅煤氣公司市值大約1244億港紙，41.53%股份大約516億港紙，亦都係由兄弟2個平分。不得不講，老爺子太會賺錢啦，讓子孫後代幾輩甚至10幾世都食飲唔愁啦。毫無疑問，2個仔係遺產嘅最大受益者，而李兆基膝下幾個女雖然冇能夠繼承大額遺產，但李兆基曾經對外透露，女兒們所擁有嘅財富亦都夠佢哋用幾世啦。不過表面上嚟睇，李兆基將個遺產平均分俾咗2個仔啦。但係如果細品之下呢，次子李嘉誠顯然更為優待一啲。李嘉誠之所以能夠超越哥哥，佢嘅妻子徐子淇可謂係立下汗馬功勞嘅。李兆基大仔李家傑一直未婚，而四叔又極為注重子嗣傳承，特別喜愛孩子。當次子李嘉誠迎娶咗徐子淇之後，徐子淇火速退圈，並且喺8年時間裏邊為李嘉誠誕下咗2個女2個仔，湊成咗2個好字。呢個讓四叔大為欣慰，對徐子淇嘅獎勵總計唔會少於10個億。另外，李兆基仲俾家族設立咗信託基金，咁該基金會俾每個李家新生兒帶嚟2億嘅紅包。此前徐子淇生完4胎之後，仲曾經預告喺身體允許嘅情況之下，仲會追生第5胎，變到一個對生育獎勵如此豐厚嘅公公，相信換任何一個女人都會繼續生。只可惜一直到四叔離世，亦都冇能夠等嚟徐子淇嘅第5胎。當然啦，對於李兆基嚟講，咁亦都並冇遺憾啦。晚年退居喺太平山頂百家道35號嘅李氏皇宮，膝下有孫仔孫女陪伴左右，可謂係盡享天倫之樂啦。喺豪宅裏面，李兆基親手教孩子們練習毛筆字、畫畫等等，而李嘉誠、徐子淇亦都十分孝順，一有空就過嚟陪伴老爺子勾勾蝦。對於李家唯一嘅兒媳婦，李兆基對徐子淇自然係唔會懈怠。畢竟4個孩子仲需要徐子淇呢位母親悉心照顧引導。咁另外之所以李嘉誠會接手香港方面嘅業務啊，或許同徐子淇喺背後助力亦有關係。如今掌門人李兆基去世啦，徐子淇成為咗李家唯一嘅女主母啦，豪門地位自然係不言而喻。有人話徐子淇嘅好日子到頭啦，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四叔對徐子淇嘅喜歡人盡皆知，當年佢從3、4線演員蛻變為千億勢婦，成為躍升階層嘅典範，少唔到四叔嘅首肯。而且坊間一直傳說李家公子比較花心，但係因為有一路支持徐子淇嘅家公喺後面，所以2人嘅婚姻亦都比較穩定。而家豪宅嘅話事人去世，權力結構亦都立即改變，一路俾自己撐腰嘅重要人物走咗。徐子淇以後嘅日子會點樣呢？確實係大家非常好奇嘅。大家都一直話徐子淇好命，唔單止係因為佢嫁入豪門，隨便生個細路就能夠獲得10億獎金，而係佢仲未有大家投煞嘅婆媳問題，定係李家大宅中唯一嘅女主人啦。四叔點解係咁中意徐子淇呢？
其實亦都同佢嘅婆婆有好大關係。好多人唔知道喎，其實徐子淇嘅婆婆劉慧娟亦都係香港小姐冠軍啦。佢後生仔長得都好靚噶啦。當然呢個香港小姐同 TVB 辦咗好多年嘅香港小姐唔一樣，類似係娛樂場所搞嘅活動。最神奇嘅係四嬸當年去選香港小姐嘅時候，定係已婚嘅身份，可見李兆基嘅觀念仲係好開放嘅，都係因此。佢唔會好似其他豪門咁樣拒絕明星進門嘅，不過佢都有自己嘅禁忌，咁就係佢嘅千億生意。佢哋係喺50幾歲嘅時候離婚嘅，當時兩個仔已經長大成人，睇到其他豪門嘅發妻門死嘅死，病嘅病，一直喺屋企相夫教子嘅四嬸，估計亦都開始有咗危機感。於是佢要參與公司營運，想要做女強人。一開始李兆基都好歡迎，但慢慢四嬸不善經營嘅問題就暴露出嚟，唔單止讓公司大受損失，亦都俾公司嘅人際關係咧就變得好緊張嘅。所以李兆基咧就嘗試勸說咧去回歸家庭啦。作為發妻咧，四嬸自然都唔願意咧，一氣之下咧就離咗婚嘅。劉慧娟咧亦都係一名嘅烈女子，離婚之後咧不僅冇爭奪千億身家，仲遠走國外淨身出戶，從此退出李家嘅生意以及生活圈。多年以嚟，佢亦都一直好低調，哪怕係當年嘅仔大婚，亦都係一身簡裝喺角落，完全冇豪門婆婆嘅架勢。而四叔呢邊雖然喺50幾歲離婚，正處人生最巔峰嘅時候，咁話想要再婚多容易，但係佢一無再娶，二無緋聞。所謂嘅離婚更似係夫妻兩人嘅默契，我唔干涉你嘅生意，你都唔好破壞我原有嘅家庭，大家相安無事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四叔中意徐子淇啦吧？介入李家咁多年，佢就一心一意咁生，從來唔介入家族業務，足夠乖巧懂事，可見佢對公公嘅心意仲係揣測得好明白嘅。不過，隨住公公嘅離開，佢成為咗白加道37號大宅唯一嘅女主人。但係圍繞奇異兒媳周秀娜同佢嘅豪門地位之爭嘅傳聞屢見不鮮。周秀娜或許有機會上位，徐子淇憑藉法律認可嘅繼承人身份掌握咗主動權。而即使周秀娜存在私生子，根據香港嘅繼承法，依然難以撼動嫡系地位。當前雙方借助於風水佈局，徐子淇請嚟翡翠觀音，而周秀娜則調整咗生辰八字，更多係輿論造勢。有媒體影到周秀娜攜帶一名3歲男孩，該兒童同李嘉誠頗為相像。然而當徐子淇生下第4胎之後，李嘉誠卻因病消失咗9個月，恰巧同周秀娜嘅閉關時間重疊。不過李家對此傳言呢已經明確否認啦。近年嚟呢，周秀娜轉戰投資領域。有報道話，佢通過離岸公司操作地產交易，如出售中環寫字樓，淨賺8000萬，似乎得到咗李嘉誠嘅指點。佢仲註冊咗母嬰品牌，並暗示閃婚即將來臨。呢個被解讀為向李家傳遞信號。徐子淇通過連續生產2兒2女，順利獲得李兆基嘅豐厚獎勵，並將子女命名上同李家族譜掛鈎，從而形成繼承權優勢。同時佢嘅母親彭雪芳早年嘅精英教育規劃、貴族教育、禁做家務、限制戀愛等，為佢嘅豪門婚姻奠定咗紮實嘅基礎。徐子淇仲通過將自己嘅父親安排進恒基董事會，喺產後迅速參與商業談判，比如尚未恢復身體就洽談30億項目等手段，逐漸掌控家庭信託嘅發言權。喺李兆基去世前，已將中環地皮劃歸其名下，進一步鞏固咗佢嘅地位。豪門地位嘅變更，最終咧將係取決於遺產分配方案同埋李嘉誠嘅態度。而李兆基遺囑中對於中環地皮嘅歸屬咧，已經向外界釋放出明確嘅信號。不過周秀娜可唔係慳油嘅燈，以後嘅事點知道呢？佢或許可以上位，亦都唔係唔可能。